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先带大家关心11点上新的消息。时代力量立法委员吴国昌下早开记者会，伊讲李家芬家族牵涉到伫咧康国如做立法委员这段时间，把河川地变作是铺覆地，也就是伫咧罗水溪溪仔边来偷挖沙石安尼来大挑趁钱。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李永平来带咱了解。永平。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带您关心立法院的最新情形哦。刚刚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呢，他是在爆出韩国瑜夫妇呢，从前呢是涉嫌滥用职权来获取家族利益。他指出呢，其实李家芬的父亲李日贵在担任云林县议员的时候呢，是涉嫌来盗采砂石，并且占用了河川用地作为自己的砂石场使用，而且后来呢，他还变更这个河川用地，先变更为农业用地，再变更为矿业用地哦。而当时呢，其实韩国瑜正在担任立法委员。我们来听一下当时黄国昌的说法：本来是河川地，然后圈出来了以后变成农牧用地，然后地圈起来了变成国有财产，然后他们在国有财产、国有土地上面搞砂石行。但是呢，还是不符合农业用地的使用，所以呢，把它改成什么？变更成是矿业用地。那这个变更的程序竟然可以在浊水溪的旁边，然后这样一步一步的把它改成矿业用地。当初李家芬他还是云林县议员，帮他们提出申请的就是云林县政府，完全没有任何利益回避冲突。这才是国家机器动起来。国家机器动起来做什么事情？国家机器动起来，花纳税人的钱，在国有的土地上，帮私人的家族谋取私利、暴利。这是什么腐败的体制啊？今天李家芬不是议员，韩国瑜不是立委，这种事会发生吗？动用国家机器，滥用纳税人的钱，在国有土地上搞这种破坏国土的行为，谋取私人的暴利。我不客气的请教一下李家芬跟韩国瑜，这是哪门子庶民？这是哪门子庶民？这是权贵，彻彻底底的权贵。好了，韩国瑜办公室呢前一晚其实有回应说，当时李家芬父亲的盗采砂石案其实是两个人认识之前，所以韩国瑜呢也没有利用职权施压。不过黄国昌刚刚提出的时间点呢，其实是李家芬父亲砂石场的地目变更案，就是韩国瑜当立委的时期所以黄国昌呢是要求李家芬和韩国瑜两个人出面来说清楚，并且呢还对外警告他自己还会有更多事证。以上是现场的详细情形，主播。多谢影评，同款嘛是下早上新的画面，要来关心艺人高以翔，因为中国大陆的节目对外吧强强不幸无命，演艺界真侪人拢颇文笑脸，因厝内人嘛赶到宁波来处理伊的后事。高以翔的老爸张暗济飞行机转来到台湾，面对媒体解问，伊讲实在是真无彩。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陈英如来带咱了解。英如。好主播艺人高以翔猝死消息震撼各界，家属陆续赶到宁波处理后事。在昨天晚间，高以翔的爸爸也从宁波搭机返回台湾，带您看一段晚间的画面。我不能讲，现在会不会想死？大概什么时候会回来？不知道不讲不能讲，抱歉，没有什么，一切都 OK 啊。我爸爸刚刚说很可惜。那是一定的吧，你想。可以听到高爸爸简单回应，谢谢各界关心，也表示自己的儿子发生憾事，直呼真的好可惜。而相关报道指出，高以翔的遗体目前已经完成防腐处理，透过相关单位协助，会从宁波移灵到杭州。据传最快在这个星期天以前，最晚下周一就可以把遗体送回台湾。不过高以翔猝逝让许多人措手不及，尤其是他的好朋友毛嘉恩，今天就要举办婚礼，本来邀请高以翔担任伴郎，如今传出噩耗。
号，毛家恩 IG 贴出2个人过往的合照以及心碎图案，未婚妻罗文也发文表达不舍，看得出2个人相当悲伤。另外，球星林书豪今天凌晨也在 IG po 出一双黑色球鞋，上面印有与高以翔的合照，还写着永远的兄弟，穿着它上场比完比赛，用最特别的方式缅怀好友。以上是为你掌握资讯。进一步来关心艺人高以翔27日在中国录节目的时，熊熊昏倒，阵安尼无命。高以翔录节目的时，咧走上尾无力，这段画面嘛，互人吹到。一寡网友拢感觉真唔甘，嘛有人起交疑，讲节目感是害艺人过路。高以翔在生进前和节目的合约内容嘛，互人逼出来。内底写讲节目的竞争真激烈，可能互艺人心肝头也有心理有一寡负担，叫艺人都要家己负责后果。互人骂讲卫视敢若伫咧签生死状，即嘛即间卫视嘛发声明讲会负担责任。制作单位讲，即个节目嘛确定要停啊。拼性命在走，这是艺人高以翔伫咧在生进前录中国大陆节目的最后身影。敢若看到伊按节目设的车坡走过去，开始伸手划着边啊，规个人压落去，脚步是愈来愈慢，爬起来以后，敢若是行袂稳，最后弹头行入去挖角，就消失伫咧镜头前。当地民众翕到这个过程。他喊了，我不行了，我不行了，然后他就栽下去了。高以翔豆豆走袂叮当的身影，互袂少的网友看了是真唔甘，嘛互各界将箭头指对节目单位，认为节目是毋是互艺人伤过操劳？若高以翔甲节目签的合约内容，嘛互民众并出来。合约写着节目竞争激烈，可能会为艺人带来身体甲心理的负担，艺人拢爱知影，搁爱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合约搁进一步指出，艺人爱保证身体状况是真好，袂当有不利，也是影响录节目。代志发生了后，节目单位嘛对外口来发声明，强调会承担相关的责任，嘛会来反省节目所有的设计。根据中国大陆媒体邮政制作单位，这个节目嘛确定会停播。当你看见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过去高以翔伫咧戏剧内底捌演出真亲情的建筑师，真爱这个查某主角，最后却得着病。戏剧内底伊买家己的墓地，佮讲家己会死伫咧中国，如今变做真的，嘛互网友讲哪有遮尔恐怖的巧合。高以翔伫咧在生进前，甲中国的女明星金兰共同合演的电视剧，无奈即马等袂着播出，变做是最后的遗作。传出其实高以翔伫咧出道之前，是想要做一个职业的篮球运动员。保持这个态度，好，大家一定要防守，防守就会有进攻的机会，好不好？195公分高的高以翔，除了常常参加 NBA 明星比赛，搁捌陪小朋友练球、拍球的技术是真袂歹。如今这精彩的画面，敢若会当留伫咧大家心内。迷众是真唔甘，嘛希望伊会当一路好行。记者综合报道。其他社会消息来关心，顶礼拜一，新北市英歌英道路这间烘肉店，互这个贼仔走入去内底偷摕，贼仔亲门大户，趁被害者伫咧后壁洗碗，直接弄入去店内来偷摕皮包啊。规个过程，搁再恐吓这个5岁囡仔，因为这个囡仔看见现，伊叫伊莫出声。被害者拢总损失18000外块现金，这条钱拢是店头准备要付互囡仔注册，也搁有储税用的。警察嘛已经锁定到这个嫌疑犯的身份，即嘛要赶紧来抓贼。这个穿蓝色外套的查甫人，行入去烘肉店内底四界看，刷来看到桌顶有一卡牌仔，就直接伸手甲内底皮夹仔摕去，放伫裤袋仔内底，尾也走去。当人的面头前，甲皮我甲摕去哦，这算这抢还是偷的？这个贼仔拢唔惊店内有人伫的，为敢是去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迄当阵这个贼仔来到店内，看到有一个查甫囡仔掠伊金看，敢若佮伊恐吓，叫伊莫出声，所以就甲皮夹仔摕去。贼仔烦恼会有人过来，就骹底抹油赶紧选。我儿子后来他去后面叫我妈，那个阿公拿妈妈的钱包走了，小房租的，还有那个我的小孩上课的。辛苦赚的钱，互贼仔拼去，妈妈唔敢去伤心。这件案件发生伫18号早起10点外，新北市英歌英桃路顶的一间烘肉店，迄当阵互请来做店员的被害人，伫后壁无用洗碗，甲牌仔放伫头前的桌顶，想要到贼仔趁这个时阵走入去店内，甲被害人的皮夹仔偷摕去，内底有18000块的现金，甲信用卡这证件全部拢无去。爱5岁后生伫现场全部拢看到。以锁定窃嫌的身份。
积极通知到案说明。根据了解，这个贼仔有真侪前科，普通是无咧上班，住的所在嘛无固定，常常出现伫桃园，用同款的手法四界犯案，早就毋是头一回啊！警方已经掌握到贼仔的身份，会赶紧甲伊抓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间店同款拄到这个人客乌鲁木齐，这是台中市大雅这个乌里桑摕手机啊，还有电池来到通信行讲要换，无几分钟手机啊开始抢白烟出来，店员叫伊赶紧走，白烟线愈来愈高，该在无倒起来，险险啊火烧厝。业者讲，这个人插电池来通信行，煞无爱互店员修理，家己拆手机啊，看起来实在足怪奇。哦，你来冒烟嘞，反路啊！通信行的柜台头前，这个中年查某人家己来拆手机啊，佮准备电池要来换，无想到熊熊不白烟。店员实在足无奈，看到手机的白烟愈来愈大，赶紧要求人客起来。好佳在最后手机啊无烧起来。27号，大雅的这间通信行差一点发生火烧的意外。其实手机啊换电池有一定的风险，可能直接用金属的东西去这样戳它，让它翘起来。这样的话，电池很容易膨胀，或者是说起火，这比较会有这种危险性。专业的师傅强调，除了贴甲装爱细腻，电池的来源嘛爱注意。这个是他认证的编号，所以上经济部的那个标准局去查，就可以查到说这个电池是哪一家公司认证的，然后认证的电池型号是什么。其实手机啊、电池拢有相关的保固，民众千万唔通家己来贴，到时阵物件歹去是小可代志，无拄好电池爆炸，也是小气，都真袂好啊。好佳在这边无造成意外，当事业者讲，这名人客实在是真奇怪，走来通信行家己换电池，最后佫将店内粉甲赖达摕走，事后将感色器的画面糊起伫面册顶悬，爱附近的店家嘛来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还有人讲伊食卤肉饭食到铁钉，这是基隆市这个查甫买一碗卤肉饭回去食，结果伫内底发觉一支5公分长的铁钉啊！这个生气就拿伫咧网络铺文，伊讲店头根本就是挑工要甲人害，店头落尾嘛铺文，讲这查甫人铺的相片内底卤肉饭、卤汁，还有肉鸡汤的食材，拢毋是因的，好惨就是这个张飞拍甲鬼塌塌做一堆。查甫人铺文这一天店头明明就休困，认为讲这查甫人是挑工挖坑要互因跳，已经准备报警察要提告。相片内底一支5公分长的黑色铁钉啊，放伫咧饭盒啊顶悬。有民众上网络铺文，讲家己食卤肉饭食到一半，食到这支铁钉啊。这个查甫人进前就是透过外送平台买这间店的卤肉饭，食到铁钉啊了后，真生气上网络来铺文，讲店家有谋害的企图。对着这件代志，店家嘛铺文，唔若讲铺文的人铺文，迄一天是休困日。相片内底卤肉饭的卤汁甲边仔鸡汤的食材，色水拢甲实在无符合，认为这个查甫人这边故事行李宰狼者。但是我只能说，从我们开店到现在，我们都是秉持的就是用很好的心力、很好的食材去让客人吃到很温暖的感觉。那后面有这些东西的话，我也会怀疑是不是恶性竞争，或是其他店家搞的鬼。这张控诉铺文的人甲店家无虾米来往，但万一真正伫食物内底食到无应该有的物件，消保官是徛伫咧消费者立场，认为会当向业者来请求赔偿。如果像这样子在食物里面有吃到钉子，类似这样的情形的话，它的商品就是有危险性，依据相关消保法跟民法的规定，向业者来请求损害赔偿。这件代志到底是毋是假消息？店家为着要顾名誉，已经报警才要对铺文的查甫人来提告。代志是真的也是假，就交予法律来判定。记者综合报道。人讲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台北金华城开18档，明仔载要收起来。昨尾仔特别办一个熄灯仪式，创办人沈庆京嘛来参加见证这个过程。看到这做伙拍拼的老员工，沈庆京伊嘛讲甲目屎流目屎滴，讲伊足唔甘。他们永远是我的同仁，是我的战友。这样子讲他们是员工，我实在太对不起他们了。一讲到老员工，想起永日做伙流汗的遐过去，金华城创办人沈庆京目屎都忍袂掉。他们是永远是我的同事啊，
不是工人了。口甲目睭拢肿起来，面拢红去，心痛惊，赶紧摕着卫生纸来切。除了无奈，阁有满满的悲伤。对着做伙战到底126名员工，嘛早都有安排。有的要退休的，我们就给他们退休。他们也愿意打拼的话，现在也有很多企业相关的单位主管也很欢迎他们，也有的甚至已经都讲好在新的单位来继续服务。球体建筑的灯正在逐层的熄灭，象征金华城正式熄灯。随着电火一盏一盏熄花，嘛亲像伫咧讲经营18年的金华城，都要行入历史。有袂少的人是看这栋百货青影甲衰落的石刻，嘛特别来到熄灯仪式的现场，甲球体建筑来翕相惜别。捌用全世界上大球体建筑物来得名，更加是全台湾唯一24点钟营业的百货中心。对青影到衰落做伙拍拼行过老员工甲老顾客，这时阵的心内是充满感慨，敢唔甘？记者综合报道。赶紧带大家关心上新的天气变化。东北季风影响各地透早温度拢小可较低，自动测站上低温的记录是伫台南柳营14度1，若临港测站的部分上低温是伫淡水，敢若15度4。来看到日时温度慢慢升悬，明仔载东北季风会变较弱，各地就较袂落雨，温度会小可较悬一丝啊。不离个礼拜日暗时，另外一波东北季风会变较透，正方面的水汽变较济，温度亲像出溜龙同款，特别拜二、拜三透早，苗栗以南到规个中部地区会小可较大冷，辐射冷却影响，低温有机会落较剩13度，温度变化真大，民众爱赶紧穿袖仔衫出来穿。详细的政治消息来关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第2届来到台北，要替立法院候选人来徛台辅选，用迄号手来抵迄号印，望会当互赢面变较大。详细情形，连续记者陈怡勇来带来了解。怡勇。好，主观众带你关注一下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哦。今天呢是继续他的台北请庭之旅。今天呢第一站是来到天母的三玉宫这边，来跟立委候选人汪志斌来合体。那两人呢，其实也有呢拿起这个弓箭，似乎呢就是要射出穿云箭，来为明年的大选来做呼吁。现场状况呢，马上带你看一下。对咱天母的乡亲，你看没？汪志斌跟韩国瑜民调根本管啊，民调高不高啊？哇，人气这么旺。他可以看到现场民众其实是有着满满的热情，那因此其实韩国瑜也强调了，对于这个现场民众满满的热情呢，民调怎么会输呢？那对民调的做法呢，祭出了反制的一个动作，包括呢他在脸书有特别呼吁支持者呢要来拒接民调，而接到民调电话呢，其实今天早上的时候也特别强调了，接到民调电话呢要来喊说唯一支持蔡英文，要让民进党呢为了民调来高兴到明年的选举之前，那也跟民众呢来一起来做了一个连结，就包括呢像是跟民众呢要来约定这个通关密语，就是夜袭的最后倒数的4句话。以上我们的现场追情形，现场时间交还彭的主播。详细的统计资料来看到，主计总处公布人力运用调查报告数字，看到今年5月月结无到3万块正头路这人，拢总299万4千人，会当讲是10年来头一届无到300万人。因为基本工资起月结无到3万块的比例，为10年前46.39%落到32.8%，薪水较悬，也毋过无头路的人认为讲无因5万的比例，一年比一年较悬。主计总处分析讲，上主要原因是因为公司无爱开搁较济薪水来请劳工，才有15万人明明有机会当食头路，煞袂瘾做。过来关心美国拜四过感恩节，过顶天也就是今仔日是乌色的拜五，也就是民众耶诞采购的日子。毋但是美国式大卖场 Costco 有史以来头一届，甲活动为3天延长到7天。台湾其他通路嘛有优待大饼场，像讲专营的部分来推出限制3天100件产品，买第2件上少拍5折。像讲有冷压的橄榄油，敢若2罐438块。另外，家乐福网络购物一直到新历12月初1。来推出这个抬价活动，逐天拢有6款产品会当12点钟内来抬价，像讲原价595块钱的餐券，有机会开99块钱都会当买得到。
无用得整理货架啊，规排的乌色的商品，准备要来整乌色的礼拜五，专人搁再来对着这阵乌色的潮流。11月29到12月初1，限时3天，杀出100件商品。第2件5节气的好康活动，有袂少民众上爱的草橄榄油2罐只要438块，乌豆的豆油2罐只要104块。另外，参像这款韩国真有名的炒泡面2包，原本90块，乌色的礼拜五优待70块5包。第2件5折，这个优惠够吗？还蛮不错的啊，如果可以免费是最好，当然永远都不够啊，对消费者来说。民众抢好康优待当然是无嫌济，无时间来店头买。来，家乐福针对伫咧网络平台杀出新算法，自6到12月初1，逐天拢有6种的商品，会当互你伫咧12点钟内底来抬价，原价595块的餐券，有机会用99块炸转去。微波炉原价3000多块，会当抬到990块，限量5台。推出的一早。还没有到中午前的第一天，还没有到中午前，就很多消费者，超过1000多位消费者进来砍价。推出3天的时间，是业绩增长已经快接近全以上。另外 ，Costco 的优待嘛来到特别的阶段。29号优待的商品有82寸4K 电视、空气清净机、美国高级的无居居小牌，总共10几项。但是这商品数量无多，民众若是想要抢好康，上准都要下手。记者综合报道。北平要出国旅游，时间无同款，介绍冇精差。要出国旅游，就会当把握总统大选进前这段时间。聘保协会公布明年1月到3月各线旅行团参考的介绍，像讲马来西亚选举进前出团较少，1月份飞行机机票嘛较俗，团费上介济升2500。台湾人上爱去的旅游所在日本，选举进前团费较俗5000到6000块。若是到休寒过年这段时间，飞行机机位就变较抢市，刷落来东京奥运。饭店无房间，团费会比去年较贵。长途的部分，专家推荐纽西兰、澳洲线，因为澳洲的钱一直落，纽西兰团费算的会当较俗8000块。寒天去日本佚佗，想要抢好康，专家建议要把握选举进前，因为出团率比去年同期减30%到40%，所以团费卖俗5000到6000块。休寒甲过年时因为自由行的增加，个人的机位需求变多，所以日本全航线票价拢会起，加上东京奥运和饭店的房间各甲海丁，像讲5天4暝大的开销，上少都要加开2500块。北海道可能价位就落在大概是6万多。那如果以东京亲子团来看，大概都是4、5万几。另外，每年1月到3月，东南亚新兴的景点，像讲马来西亚，因为选举进前出团率嘛减真济，加上1月机票变俗，团费上济会当升2500块。柬埔寨5国区，因为受到中美贸易战、中国团减少的影响，一部分旅行社团费拍折，比去年较俗1000到3000块。另外，贸易业者甲饭店升级，泰国因为加开真济航班，团费嘛有降落来。若是有要出国较济天咧，纽西兰、澳洲嘛会当升真济。明年1月到3月，以过澳洲钱的汇率会落，澳洲团费俗超2000块，纽西兰的行程会俗超8000块。最主要是汇率啦。那因为去年很多中国大陆的游客到纽澳地区的这个做旅游，那今年因为中美贸易战争关系的因素，所以他们很多国人就没有在出国的意愿，是主要大幅降价的主要因素。提醒消费者在选行程的时阵，唔爱参考合理的团费，避免防骗。上好嘛要甲相关的收据留落来，若是出现争议，才会当保护家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传统的观念认为讲，婴儿伫咧厝的附近起手，这是好彩头。不离个应该真罕咧看到一届上清者婴儿小娃，这是家己当少最近出现上清者婴儿规个白白丝伫咧电梯跳，有人讲真罕咧看，嘛有人惊因会放屎落来赶紧闪。专家讲，婴儿是有时间性的动物，应该是环境变化，抑个有天气变化拄啊好，才会出现到这款上清者婴儿小娃的现象。一阵婴儿歇伫咧电线顶悬，排甲真济，数量有上千只，排甲目睭就敢若是咧徛卫兵，遮尔奇特又搁壮观的景象，当地民众看法是无相共。这8点医生啊，8点的菜农一直放。观众拢去坐啦，家己当少最近拢有阵婴儿歇伫咧遮。27号暗时有民众翕到上千只的婴儿歇伫咧电线顶悬的画面，应该是为着找食的方便，加上结规定伫咧暗时休困的特性有关系，才会真有规矩排规排歇伫咧电线顶悬，一直到日时才会离开。可能是地理环境，
然后天气的变化也有差。我们观察已经进入了第7年了，第一次这样子，天天数的话差不多有1015只。这嘛不是家己头一回有大阵的影仔出现，早就伫咧几年前，新港嘛捌出现这种的景象。虽然影仔会产生白色物，互袂少的人叫苦连天，但嘛是有部分的民众相信，汉尼看影仔结几阵会早来好运。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真罕咧看的画面，这是有警察人员，也阁有消防人员穿警察衫、穿制服参加宗教的活动，搁在跳舞引起话题。网络流传这段影片，算差不多20外个消防人员，也阁有警察带领，伫咧这场佛教活动的会场唱歌跳舞，搁在拜佛。因身躯穿的拢是制服，其中徛伫咧上界中央的是警察大学的职员徐国凤，嘛算是大粒女的警察。因为跳舞的动作真合拍，引起到一寡民众感觉安尼无妥当。落尾警察大学嘛发声明，讲这是因信仰的自由。10几个穿制服的警察消防员徛伫中央，先双手合掌，刷内底音乐开始跳舞。望年拜，望年跪，大家表情拢真严肃，毋过动作煞敢若多位怪怪，佮比亲像伫网架战队内底合体动作出来，啊边仔做观众的形象，嘛坐伫椅仔顶缀因跳。上中就这带队警官红查出来，伊其实是警大3线1轻的组长徐国凤，目前是主责青年社的指导老师。这段4分29秒的礼佛影片，红播上网络了后，引起真侪民众注意。有人质疑讲，警务人员穿警察的衫参加宗教活动，是毋是有小可伤超过啊？警政署嘛发声明回应，讲尊重警察个人宗教信仰的自由，虽望无违反规定，不过警察的衫是国家公权力的表现，所以也是爱较谨慎的，赶紧出面保护，就惊因为一块舞造成民众无好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高雄12月6日7不费摇滚音乐嘉年华月中上场，要用嘉年华的概念，甲音乐艺术也有市场烧头起来。这个活动结合环保、替绿色、地摊的这个活动来尽一分的心力。高雄对公柜拍头阵，会伫咧中央公园用 LED 也有镭射灯做规台湾上界悬的耶诞树，悬120公尺，互高雄12月搁较热烈，搁较活跳。2、1，点亮高雄。启动点灯仪式为活动拍头阵，记者会顶的阁有歌手现场表演。电话开始拨，从不对我说，不习惯一个人生活。细阵的门神基福灯，记者会布置甲就亲像到时阵的会场同款，简单版的新公开，互民众更加期待。12月13、14、15这3天呢，就不费摇滚音乐季嘉年华，加上呢附近有一个代天宫的这个门神的这个艺术，这个装置艺术的配合，所以呢把传统跟现代、跟国际、跟本土整个来结合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不费摇滚音乐嘉年华有国内国外歌手轮流上台表演，甲音乐艺术甲市啊合作伙，佮加上环保的概念，为绿色给碳城市尽一份力。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央公园的这个追光季里面呢，到时候用 LED 灯呢，还有雷射灯呢，会打出呢一个全国最高的耶诞树，是高达120公尺哈。那么会有这个用 LED 灯呢，做出呢全国最长的耶诞大道1400公尺。那哈马星会办音乐嘉年华，中央公园嘛有对公柜，活动一个耍一个，要让民众伫高雄感受到12月欢喜的气氛。记者综合报道。那寿星铁卖当变做金，这是南投县集镇的光明社区，这的百姓发展农村再生计划，甲在地分两虾，也有金蕉虾，这大型的树叶啊，家己设计热压的机器来做环保的碗盘、环保餐具，铁卖当变做金。即马对意大利的厂商真有兴趣，等咧讲生理。这个就是鸭毛，
压模成型。将槟榔叶啊放伫咧热压机当中，短短几秒就出现一个圆盘，摇身一变变做环保的碗盘。它已经干了，所以要浸水一下。南投县内有真侪槟榔园甲金蕉园，因日废弃的大型树叶啊，干来会当放咧果园，沤烂做肥料，袂当好好来利用。积极公民社区的民众透过农村再生的计划，将槟榔、金蕉这无要用的大型树叶啊，透过家己设计的热压机制作成环保的碗盘餐具，蛮环保的，自然腐蚀，不像那个保丽龙它就有一点危害。如果燃烧的话，会产生化学物体出来。想到这个时候压模就想到说那个模型的制作一定是要经过这个压模机嘛。将农业废弃物变做环保，经过媒体报道了后，予意大利的厂商真有兴趣。透过这样子，不仅社区的人力可以支援，然后也可以增加我们社区的财富。社区发展协会嘛有艺术组团去印度考察，参照用椰子叶啊来做碗盘餐具的技术。议员嘛希望县政府农业处会当提供进一步的协助，让民众家己做的热压机器会当更加成熟，做的槟榔叶啊碗盘餐具会当品质更加好，发展在地特色的产业。记者综合报道。我世界大代志来关心日本上大的乌道山口组一直想要改变，让人感觉是乌社会无好的印象。最近4年来，内底发生几落摆拼地盘、赌死命、拼输赢、刀光剑影的代志。像讲拜三尾5点钟，新湖兵库县新湖山口组一个老大安尼记，伫咧一间徛家，互人开枪打死。警察抓到一个嫌疑犯，即马当咧进一步调查。庆案的现场土口真侪枪支卡，日本警方真斟酌伫调查，无要放过任何的线索，因为防开枪的59岁高川惠一是新湖山口组的其中一个老大，互人小连续开10枪，送去病院了后救袂回来。案件发生了后，52岁凶手刁比奈救得赛车走去，不过伫高速公路顶的，互警方抓到，那伫伊车顶找到一支自动步枪，甲一支有入5粒枪支的枪，佮查到其实伊嘛是乌道的人。自動車の後ろあたりの道路面に、ちょっと機関銃らしきものが落ちてるのは見ました。目前，规个案件，日本警方为乌道运源的方向来办，刑警早就掌握到新湖山口组甲山口组本家为2015年开始，双方都有咧车拼，互各地民众拢真惊吓。所以日本警方真用心要来破案，佮建立山口组包围网，监视乌道的活动。若受5个人以上，就会抓人。希望互乌道袂阁遐尔唱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今年美国感恩节天气特别无同，有上千上万人，美国人赶要倒转去，也毋过怪天气扰乱伊的行程，拢总有2架暴风雪升腾到美国西部，引起我30万人无电通用。高速公路嘛暂时无开放，一寡航班拢取消。东部纽约透大风，本来惊影响到梅西百岁感恩节大游行，上尾该在也是顺势上场。洛杉矶一个查甫人掉伫溪中央，消防队的人坐手铃船，真无简单才甲伊救起来。超级气旋伫感恩节进前扫过美国俄勒冈州南部甲加州北部，气压降落来，带来大雨甲大雪，害30万人无电通用，票价嘛乌有去。Safety is our top priority. If people start spinning out and crashing, we're going to shut it down. 另外，真侪航班毋是万分，无就是取消。洛杉矶机场外口佫出现罢工游行，超级气旋对交通造成真大影响。And I will remind our international viewers that you could be impacted as well because these major airports that with so many arrivals over the next several days, those airports are going to be impacted as well. 美国中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国际机场，嘛因为大风雪关起来，1000外人拢困伫机场内底。更加害是感恩节的拜6礼拜，佫有可能会拄到大风雨，同款会影响交通。And apparently our friends and relatives are all snowed in. They're trying to get to places also, but they will make it. Takes time. 美国东部的天气嘛真无正常，纽约起大风，有可能会影响到梅西百岁感恩节游行。若是风伤过头，大型加几啊的游行可能就会取消。伫感恩节的时阵，旅行本来就已经真忝头啊，今麦佫拄到遮尔大的大风雪，变甲更加辛苦，嘛互人更加珍惜甲亲人团圆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
跳过一个广告了后，医疗消息来关心成功大学医疗中心研发纳米级的亚明珠，医生用这个技术就会当提悬追踪肿瘤的正确度。你觉得自己是好人吗？你觉得我是个坏人吗？其实我知道你在调查吴品瑞，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你，离他远一点。我在我的车上发现了一个窃听器。今晚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与台视中孝节义合照抽歌仔戏舞台剧门票活动，11月11号周一起，请您与台视中孝节义电视画面合照，并将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本活动贴文，就有机会将歌仔戏舞台剧门票带回家。每周将抽出4位幸运的观众，详情请上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我还以为他喜欢我，你看我这样是不是很像笨蛋？就很难过啊，干嘛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啊，如是他跟副总的感情什么时候变得好？大语文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字。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字，就是失。这个失都无意思，像咱讲失礼、失望、失业、失约、失志，也佫有失恋。另外，这个失嘛有无够的意思，不足的意思，像咱讲失明、失敬，也佫有失味。另外嘛有错误的意思，像咱讲失手、失言、失误，也佫有失错。带大家做伙来小解咱较常用到的2个词。头一个就是失眠，这个意思就是讲暗时无多自然困去，嘛会当讲是无眠过眠。第2个词失觉察，这个意思是讲一时无细腻、无注意，结果有失误、有差错。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2个词夹做伙。譬如讲，伊甲朋友做伙食暗，想过头欢喜，一时失觉察，煞啉咖啡，引起到半暝失眠，困袂去，实在活要落死。今仔日小解这1字失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医疗的消息，亚明珠价值连城，即马用伫咧医疗科学同款真请赢。成功大学医疗中心研发纳米级的亚明珠，注入去身体了后，会伫咧挖肿瘤的附近，利用亚明珠的原理来放光。照一解电光，对咧纳米级的电火，就会当发光3点钟，医生就会当进一步来提悬追踪肿瘤的正确度。这款白白落落的液体，就是成功大学医疗中心开发出来的纳米亚明珠，透过静脉注入去鸟鼠的体内，再个互伊照电光，纳米粒子就亲像亚明珠同款发光，互肿瘤看现现。X 瑞去照射这个肿瘤，那肿瘤这地方它就会发光，看到发光的位置就是肿瘤的位置。透过亚明珠吸收光发光的原理，照一解会当发光3点钟。光会直伫有肿瘤的所在，鸟鼠身体内底蓝色的所在就是肿瘤。开发团队讲，纳米亚明珠是全世界头一个用电光刺激发光的显影剂，会当伫较深的光的组织侦测到0.2公分的肿瘤产生的信号，借发光来了解肿瘤有偌大，佮有伫倒位。照完光之后，把 X 光关掉，它会持续发光，所以医生或者一般的人就可以不慌不忙去看这个截取影像，看这影像可以知道肿瘤的确实位置在哪边。对，它是一个。团队讲，纳米亚明珠应该是立体视觉型的结果，会去伫肿瘤顶的提悬肿瘤追踪的准度。预估5年内会开始做临床实验，若是有顺利，未来会当照顾到更加侪病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厝的伫咧室内，哪有即个空气污染的问题？根据环保署上新的统计资料，台湾人逐工差不多有8-9成的时间拢是伫咧室内，结果厝内空气污染的问题同款真严重。就企业甲室内环保品质合规，发觉讲，若是用吸尘机伫咧摒扫的时，安尼室内空气的品质就会无好。PM2.5 浓度也就是营养的浓度增加2倍33。另外，因为人的身躯有一寡细菌，困的时可能会落伫咧面床，这细菌分解了后，就会产生毒素。大人铺面床，或者是囡仔跳面床的时，这毒素浓度可能会升悬到87倍高。
细汉囡仔坐伫咧塑胶珠仔顶悬，欢喜伫耍佚佗物。另外一边，扫涂骹的机器人出动，豆豆咧运作清扫涂刷粉，但是莫小看这个动作，煞会互室内的 PM2.5的浓度豆豆起悬，特别是咧使用主打高吸力的吸尘器的时阵 ，PM2.5的浓度起悬上侪，恐惊会达到红害的级数。吸尘器扫得比较干净，那扫得比较干净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吸力比较强。那吸力比较强，代表的是它带动的这个扰流也会比较高。研究团队一个15平大的空间，针对细汉囡仔一般咧爬大约是45公分的高度，来使用2种扫涂骹的工具做试验，结果发现，一个使用吸尘器开始变扫的时阵 ，PM2.5的浓度会对原本的15微克冲到50微克，增加2.3倍。若扫涂骹的机器人开始运作的时阵 ，PM2.5的浓度是会增加1倍。另外，伫咧人的身躯顶悬有袂少的细菌，会伫咧困的时阵落伫咧面床顶，这个细菌分解了后，就会产生类毒素。家长伫咧储床单，也是囡仔咧跳眠床的时阵，会互这个类毒素浓度超标87.9倍，同款会互室内空气的品质变较无好。内毒素的问题就是它破掉了、死掉了，可是这个反而变成小颗小颗的过敏原悬浮在空气中，所以我们看到铺床的时候，其实这个内毒素上升的倍数是很高的。一旦类毒素的浓度伤悬，吸入去气管内底，就会引起发炎的情形，会提高囡仔治着黑菇也是过敏的机会。平常时上好爱定期来清洗房间内的用品，伫咧摒扫的时阵嘛建议爱滴喙암，上好嘛莫有囡仔伫现场，避免互囡仔伫咧空气污染的境界内底。记者综合报道。跳过一个广告了，食饭时间手路菜要来看到，阁无到2个月时间，伫要过新正年，超商主文围路菜生理早就已经开始，正价就不配。你觉得自己是好人吗？你觉得我是个坏人吗？其实我知道你在调查吴品瑞，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你，离他远一点。我在我的车上发现了一个窃听器。今晚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与台视忠孝节义合照抽歌仔戏舞台剧门票活动，11月11号周一起，请您与台视忠孝节义电视画面合照，并将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本活动贴文，就有机会将歌仔戏舞台剧门票带回家。每周将抽出4位幸运的观众，详情请上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我还以为他喜欢我，你看我这样是不是很像笨蛋？就很难过啊，干嘛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啊，流沙跟副总的感情什么时候变得好？执行长对我不是喜欢，只是同情而已。那怎样？怎么开始不重要，只要结果是好的，那就好了。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来食无共的手路料理，来看到阁无到2个月，伫要过新正年，超商主文围路菜生理早就已经开始起鼓，正价就噗噗。今年阁较无共款，一寡超商拢推出和米其林餐厅做伙合作，互消费者免排队，就会当食到星级的料理。像讲统一超商和摕到米其林一粒星认证的天香楼来推出东坡肉，全家便利超商甲白白摕到米其林一粒星的山海楼推出围路菜规套的组合。佮讲伫咧超商做文会当去餐厅体会，好食的滋味绝对袂走味。今年农历的过年有较早，超商做年菜早就开始咧拼生理咯。统一超商合作米其林一粒星的认证的天香楼，杀出这道油金油金香杠杠的东坡肉，简单用看就安尼，互人眼熟熟。一种方便吧。不用跑到大餐厅去排队人挤人。假使讲你若是这款年菜有食较野鲜，安尼嘛无要紧。超商嘛有这个外国的口味，这个出名泰国式料理的这个柠檬鱼，唔免排队，用煮文的就会当来甲涮一个。还是讲来甲试看这个煎甲安尼金酥金酥，外形敢呢亲像面粉圈的这个金煎虾饼，安尼嘛当互这个年菜食出新滋味。年菜的部分自己煮可能就没有太多的变化。那你如果你有推出其他
国的年菜，你也会想说买来尝鲜看看。以我们门市来讲的话，像我们的销量有比去年增加大概到2到3成。这个超商年菜的注文，伊的买气真旺，专家超商嘛用这个星级的美食咧大车拼，除了含米其林1粒星认证的这个山海楼，杀出规盘的年菜，嘛搁主打这个超商注文餐厅提货。安尼通互这个好滋味，真方便就食会到。还阁有联名这个米其林指南推荐的东京汤面名店银座糕，杀出独家的汤面料理。内里附是含这个迪化街的老店丁湾，杀出普罗级的南非包酸贝、佛跳墙。OK 的超商含凯达饭店，独家杀出这个有1100公克的霸王猪脚。4大超商结头壳，年菜好料安尼逐项合，这就看消费者在人介意，随人落地。记者综合报道。天气一个反凉，一寡人开始爱食火锅。桃园中立就这间火锅店真特别，因为头家是和讨海的准头家合作，海产拢是现捞啊直送，有波士顿龙虾、商业虾，还佫有帝王虾，拢是上青的。店头佫再经120盎司大碗坑的火锅肉盘，重超过3公斤外，会当讲是真澎湃，贴甲敢若山。肉质嘛特别经日本烤牛甲安吉斯牛套种的吉乌牛，配日本的龙耳岛高级乌猪肉，那食饱嘛就食卡。你好，欢迎上下，这是我们的120盎司永远不回头合作赛的肉哦。那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旁边是我们的极黑双酱牛，这边是我们的盘客虾纯种黑豚的部分。甲看这个有3公斤4重天霸王级的肉盘，贴甲那亲像山同款，人客一个看落去高地讲，哦，哪有这么大盘的？安尼一个甲捧上倒，佮甲所有的人拢甲升倒去。很浮夸，就是在外面不会看到这么多的肉，对，然后感觉就是再多人都吃不完。会杀出这么大盘的肉盘，原本想讲买哦，这个学生族通食较好的，佮食较饱的。不过连家己嘛真爱食火锅的头家赖成武，伊是挑工经这个关卡的肉品，一边是对这个日本龙耳岛来普罗级的乌猪肉。也那另外一边是这个牛排顶级的乌石斑牛，甲硬一片牛肉片，落顶甲当10秒钟。那当较深色的时阵，就会当甲硬来食咯。不管是这个肉质还是部位，拢是头家安尼看看景的。吃起来不会让人家觉得很腻这样子。对对对，因为一般如果肉比较多的话，可能吃起来比较油腻。对啊，但是因为它可能油花没有选那么多，所以让我吃起来就是。可以吃下蛮多肉的。我们有提供鹿儿岛的 A5 和牛，对，那它也是1版牛排部位，那是一般其实业界比较少有提供到这个1版A5 的和牛这样子。那这个肉质讲究都爱偷砍的，连这个海鲜食材嘛是拢袂凊彩。看这个这么大圈买的这个牛羚背，也佫有波士顿龙虾，含各种进口的禽仔类，拢伫个水内安尼收来收去。7年级的头家赖成武，伊特别含这个大溪渔港的渔船来合作，拢是进口这个活海鲜。他们说一些主打是它的肉质非常的细致鲜甜，它吃起来口感非常的饱满。这个现活现点的活海鲜处理好就会当随落顶。看这个超霸王级的帝王蟹，上大只的有7-8公斤重，会使讲是蟹中之王啊！伊的肉质安尼食到 Q 够甜，大喙甲安尼涮落，实在是足过瘾的。什么东西会比较吸引？帝王蟹啊，为什么？你看大只，冷冻的蟹可能就没有那么 Q 吧，然后这个活体比较新鲜一点。这个双蟹蟹蟹壳内底有一丝一丝真幼稚的蟹肉，也若是这个毛蟹，虽然讲体型较细只，不过伊的肉质实在是足青甜的，佮足好滋味的。这3种蟹类食起来口味无同，不过拢是坚持使用。7年级的赖成武，伊是做饮料起家。伊落几百万的业绩来做这个食的，其实伊伫咧创业的过程，并不是顺风一片旁。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在因为我们位置也不是这么多，对，可能变成说在接客人的时候，就会变成有时候可能客人的还没吃完的时候，下一组就来啦。开店2年来，会使讲是安尼坎坎坷坷。不过赖成武伊拢无想讲要甲放弃，即卖伊用这个大碗碗钱世界澎湃的火锅。已经来变出名了。记者综合报道。你觉得自己是好人吗？你觉得我是个坏人吗？其实我知道你在调查吴品瑞，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你，离他远一点。我在我的车上
发生了一个窃听器。今晚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与台视中校结义合照抽歌仔戏舞台剧门票活动，11月11号周一起，请您与台视中校结义电视画面合照，并将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本活动贴文，就有机会将歌仔戏舞台剧门票带回家。每周将抽出4位幸运的观众，详情请上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我还以为他喜欢我，你看我这样是不是很像笨蛋？明明就很难过啊，干嘛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啊，流沙跟副总的感情什么时候变得好？执行长对我不是喜欢，只是同情而已。那怎样？怎么开始不重要，只要结果是好的，那就好了。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歌的力量在于展现内心的渴望。哦，太太，我要钱。哦，哈尼，我要钱。创造一首完美的歌，就需要不断的碰撞。谁输谁付钱，每次都我给，这次我被骗。加入我们，一起玩转流行歌。12月1日起，每周日晚上8点，台视一起唱。想知道更多，快扫 QR code 或上台视一起唱粉丝专页。你以为我喜欢这样？我不这样的话，就会一直掉观众，掉观众，掉观众啊！你这个矮冬瓜，头发坏，猪狗不如32啊！好的，我赶快来了。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这个矮冬瓜，丑八怪，吃不下一样吗？我想骂什么我都可以啊。On top of the world, look all around you. On top of the world, touching the sky. Got my head in a whirl since I have found you. I'm learning to fly. On top of the world. 每周的早上9点，请准时收看《设计家》。东林，你是要拍袂过？都救命啊！吹啊，夹到大机，你是安怎啦？伊甲一般囡仔无共款，咱得趁早教。海千秋啊，海千秋。主，今仔日讲落梨头走猪。哦，你竟然做这款代志？咁我走出去佚佗，想我回来，伫遐咧等我。每礼拜一到拜5暗时8点，杨丽花歌戏中后节义。需在火车绕圈的时间内说出与指定主题相关的成语。等下看什么鱼呀？什么鱼呀？鱼如得水，鱼如得水。这种表现就给他减薪就好了。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这边是不是可以帮人解决烦恼？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许我们能帮助到你。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会觉得人生就像业力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想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每张笑脸后面都躲着一个受伤的人。每个人心里头一定都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人。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选择题，选项只有3项，就写到5、6、7，哪里来的天分啊？你们17年的传统就毁在你们的手里。军歌不行，接下来带队接力也好不到哪去啊！不是跑步而已嘛，来比啊！我17年一定会赢的。赵哥，赵先生，你完蛋了，熊面上。每周1到周5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你觉得自己是好人吗？你觉得我是个坏人吗？其实我知道你在调查吴品贵，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你，离他远一点。我在我的车上发现了一个窃听器。今晚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
与台视中孝节义合照抽歌仔戏舞台剧门票活动，11月11号周一起，请您与台视中孝节义电视画面合照，并将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本活动贴文，就有机会将歌仔戏舞台剧门票带回家。每周将抽出4位幸运的观众，详情请上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我还以为他喜欢我，你看我这样是不是很像笨蛋？明明就很难过啊，干嘛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啊，如沙跟副总的感情什么时候变得好？执行长对我不是喜欢，只是同情而已。那怎样？怎么开始不重要，只要结果是好的，那就好啦。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歌的力量在于展现内心的渴望。哦，太太，我要钱。哦，哈尼，我要钱。创造一首完美的歌，就需要不断的碰撞。谁输谁付钱，每次都我给，这次我被骗。加入我们一起玩转流行歌。12月1日起，每周日晚上8点，台视一起唱。想知道更多，快扫 QR code 或上台视一起唱粉丝专页。你以为我喜欢这样？我不这样的话，就会一直掉观众，掉观众，掉观众啊！你这个矮冬瓜，臭八怪，猪狗不如32一啊！好的，我滚过来了。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你这个矮冬瓜，是丑八怪，词不是一样吗？我想骂什么我都可以啊。On top of the world, look all around you. On top of the world, touching the sky. Got my head in a whirl since I have found you. I'm learning to fly. On top of the world. 每周的早上9点，请准时收看《设计家》。动力，你是要拍袂我？救命啊！吹啊，夹到大机，你是安怎啦？伊甲一般囡仔无共款，咱来探查搞。海千秋啊，海千秋。主今仔日讲落里头走猪，落里竟然做这款代志。咁诶，我走出去佚佗，想我回来，伫遐咧等我。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杨丽花歌戏中孝节义。需在火车绕圈的时间内说出与指定主题相关的成语。等下干什么鱼呀？什么鱼呀？鱼如得水，鱼如得水。台日选手互标球技，台湾艺术家大展创意，最接近蓝天的鸟居，仿如天空之境的落日美景。好玩还有好吃的，日本 Let's Go 乌龙面的故乡，请锁定台视频道。好酒店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关心这2天美国一寡所在透风落雪，其中科罗拉多州民众塞车看到过了100架麋鹿，伫咧落雪所在准备过车路，这个画面会当讲是真罕得看。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关心，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你觉得自己是好人吗？你觉得我是个坏人吗？其实我知道你在调查吴品贵，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你，离他远一点。我在我的车上发现了一个窃听器。今晚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与台视中孝节义合照抽歌仔戏舞台剧门票活动，11月11号周一起，请您与台。晚安，欢迎
迎收看11月29号的台视午间新闻，我是刘一涵。午间大头条来关心，艺人陈建州搭上了自动驾驶车，他拍影片要驾驶看镜头，还双手拿面来吃。好电影来看到，月薪不到3万元的人，首度跌破300万人，在稍后都会有详细的数据报道。新闻开始来关心，实在是祸不单行。国道1号南下苗栗路段，有一部大货车在高速公路上头突然故障抛锚了。但是当拖吊车前来救援时，拖到一半，这车子又突然冒出火花。由于当时在车上载了尿布等易燃物品，让火势迅速蔓延。虽然消防队马上就赶到现场扑灭火势了，但最后整部车还是付之一炬。国道火烧车现场，17座的大货车已经变成了一团火球，在风势助长，火势一度蔓延到路边的草丛。消防队员抵达现场，赶紧拉出水线灌救。